哦，所以我想大家应该拢真熟，咱来请琴来弹一遍。基督做咱坚固地基，定中触觉就是伊，上主所选实在宝贵，坚心信靠免摇移。来，基督做咱坚固地基，请。基督做咱坚固地基，定中触觉就是伊，是主所选实在宝贵，坚定归归地，有更新下落我回去，坚持是可会要伊的日子，完美进入圣殿基督，求你感动我路，求主是迄客人温柔，我已献阮我求靠，你的属风充我在手，主你我是耶和华。第三节，是先求主感定心中，求你是有转为救，阮的沙所万民当用，我转属我汉用，同一款定地手中，也更为回应不求。第四节，我若只存心被兄弟，刚下心命来感谢，请我心心上为一体，永远不变靠万世，稳定主兵有更宽赦，主我定我的。咱最后一句话安怎讲？自古基金哦，基金拢无摕吼，自古基金拢无摕吼。啊，等者咱唱的时阵，会当知影即个歌词安怎念吼。咱来看第二位的圣诗，圣诗27首。吼，咱请琴来先弹一遍。这首歌咱大家拢真爱听，嘛真爱唱。来唱，等者咱先唱第一节。我主上帝，来请。我主上帝，我那想就那荣耀，你的心处所做一切工程，看起之心，我听起你的响声，有着像我你奇妙的工程。我心存下路上的生命，你真伟大，我的伟大。我心存下路上的生命，你真伟大，我的伟大。哦，这首歌我想对年岁较济到我，还是较年轻的，应该大家拢真熟。我先讲我的迄个印象好啊。我们在小时候，不是小时候，长大的时阵，咱会互人教是讲，这首歌是啥物人上爱唱的呢？先总统讲讲，哦，伊是之前可能伫
国语教会哈，他是他非常喜欢一首诗歌。嘿，但是我想，较有年岁的长辈应该知影，有一个最有名的人唱过这首歌，还得到了格莱美奖。什么人知影无？猫王。1966年的时阵，吼，所以你若是有印象，迄当阵的迄个流行歌曲，伊出过一张迄个唱片，是用福音诗歌，吼，这首诗歌我祝上帝，迄当阵有得到格莱美奖，吼啊，英国的迄个真有名的迄个广播公司 BBC 有统计，伊伫10年之前统计，全世界吼。大家上爱唱的诗歌，这是第2名，吼，我注上。你知影第1名是什么诗歌无？想看嘛？对，什么奇异恩典？这是第2名，吼。虽然这首诗歌咱个拢真熟，但是你较唔知影，可能是伊是对倒一个所在出来，毋是对英国，嘛毋是对美国。嘛，毋是对于法国，吼，伊是对一个北欧的一个国家，吼，瑞典，吼，伊是对瑞典出来，吼。这首诗歌伊写歌词作曲的一个人，据说吼，伊是伫教会要转去因兜要行路的时阵，吼，伊拄着一场的雷风暴就是下大雨吼，雷雨哦，雷阵雨 thunderstorm 哦，意思有大的细呐，啊个有拍雷，啊个有落大雨吼，所以咧会当看伊在描写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伊的场景有无？看到星星，搁听见雷的响声哦，所以咱这首歌是咧描写讲大自然创造的奇妙，甲上帝的奥妙吼，所以这首歌是首真好听嘛，真感动人的心的诗歌哦，所以这是咱回应的信息，所以咱一讲牧师讲到了后，咱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，好，咱来对头来唱一遍，第1站。我主上帝，我那受主那荣耀，你的圣主所做一切工了，看起之心，搁听起雷的响声，宇宙充满你奇妙的工了。我心最深，我上的信仰，你真伟大，无敌伟大。我心最深，我上的信仰，你真伟大，无敌伟大。第2站，喜怒了。上帝无小伊生呀，找来世间，替人类献生命，伫心家庭，甘愿替小咱罪过，浪费暂时，互我肯定荣光，我心自相。
先准备心来开始今日礼拜。请安静，当心来敬拜上帝。所以，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，
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，就假是应守，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。三甲来吟诗学了上帝，圣诗254首，圣诗254首，请起立。这是用书读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钉十字架，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，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国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角面启应文第5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上主，阮的主啊！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。你起造要塞，封闭敌人。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。啊，人算什么？你要安尼关心。你创造人，互因比天使小看较低。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，一切的羊甲牛，空中的飞鸟，主
阮的主啊，你的威严普遍全地。同心来祈祷，至大的君王，威严的阿爸爸，永远的上帝。阮谦卑拍拜伫你的面前，用敬畏甲虔诚的心来亲近你。主啊，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你的权能充满宇宙，你的荣光遍满全地。你古早到永远，你是上帝，无有改变。你的名伫全地何其水，你的慈爱悬到遮个天，你的信实直到万代。慈悲的天父，阮感谢你赏赐阮活命，保守阮逐日平安顺遂。感谢你供应阮一切所需要的，无论身躯、家庭、工作，拢得到你丰盛的看顾。感谢你设立圣会，互阮通自集敬拜。感谢你用恩典扶持阮，虽然行过试炼，犹原看见你的信实。阮一切的好面，无一项毋是对你遐来。愿阮的性命常常有感恩的心来回应你的照顾。总是主啊，阮承认，阮坦白承认，阮是有罪的人，阮常常亏欠你的荣光。阮的心思意念无清气，言语行为也有过失，袂捌专心敬听你，也无照你的命令听厝边人。有时软弱失志，有时骄傲自高，有时冷淡无作为，退后行，毋是向前行，辜负你的恩典。有时按照你的求你按照你的慈悲赦免阮的罪，求你用宝血洗清阮，互阮重新得到清气，性命得到更新，为当搁行伫你所指示的正路。主啊，阮当自集伫你的殿内敬拜、学老、安静听你的声的时，求你的圣神亲自运行伫阮的中间，开阮的心目，互阮明白你的真理，领受生命的粮。愿你的话亲像路，亲像灯照阮的脚步，做阮路上的光，引带阮行公义、好人民、存谦卑的心，跟缀你。也求你坚固教会，互众兄弟姊妹伫主内互相扶持，同心完成你要交托阮的圣工。主啊，愿你继续引带阮头前的道路，无论逆境顺境，单单倚靠你。阮深深拜列以上的祈祷，此时阮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祈祷吟讲。Amen.
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诗篇第8篇。耶和华阮的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悬大，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里。你因为你的对敌的缘故，对婴仔甲食冷的喙建立能力，要互对敌甲报怨的竞争。我看你的天，你的手所造的，甲你所排列的月甲星。世间人是甚物，你少念伊；人的囝是甚物，你眷顾伊。你互伊比天使利亚较殊，搁赏赐因荣光尊贵做冕旒。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造的，下万米伫伊的骹下，就是一切的羊甲牛、山野的走兽，天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甲见若经过海面的路的，拢下伫伊的骹下。耶和华阮的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遐悬大。讲道，请陈牧师讲道，题目是你的名伫全地到遐悬大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相信咱中间真侪兄弟姊妹拢真有印象，伫1969年的7月21号，阿波罗11号的计划，这个计划互尼尔·阿姆斯壮成做登陆月球的头一个人。伊讲一句话，讲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，但是却是人类踏出去的一大步。这句话到今也互真侪人会记得。毋过，伫阿姆斯壮这批太空人成功登陆月球的几个月进前，也就是伫1968年12月21号，一个叫做阿波罗8号的太空计划，就已经将几个太空人送去月球。毋过当时因坐迄个太空舱无设计延前，所以因坐的火箭无迄个登陆舱，所以因无法度登陆月球。只有会当伫月球的轨道底下飞。因12月21号去月球，到伫12月24号的圣诞暝，因的任务完成，因就将所摄影的资料回传到地球。迄时太空总署甲因讲，全世界有真侪人透过拉里奥伫听因伫空中的安尼旅程。并且听的人有可能是破纪录上侪听众的一届，所以这3位太空人因就决定要做一件代志，就是轮流读《创世纪》第1章第1节到第10节的经文，互地球所有的人听节目的人会当听见。读完了后，因嘛往地球顶面所有的人表示祝福。后来，其中一位太空人针对这件代志有讲。创世纪第1章的前10节是世界上真侪宗教的根基，毋但是基督教，世界上真侪宗教的信徒，因嘛是安尼伫看即段经文，所以阮安尼安排是适合的，代志就安尼发生啊。伫因所翕的相片的内面，上出名就是即张地球升起。即个星球，咱看即个星球，就是咱大的即个地球。以前的人从来毋捌用安尼角度来看过地球，所以即张相片，互人类对家己的家园有一个全新的认捌。因发现，伫宇宙中间竟然有一粒蓝色的星球，伊无是咱想象的遐尔大，但是当咱透过太空人的目睭来看伊。互咱袂紧地会来想起，咱伫地面所有的一切，无论是关系、财富、战争、国家，甲规个宇宙比较起来，真正是非常微细。但是，一粒遐尼细的星球，却是上帝所看重的。上帝伫地球备办咱所需要的空气、水源、土地，互咱会当享受伊所创造的一切。兄弟姊妹，我相信当时的人看到安尼一张相片，因的感动一定是非常的大。但是现代，咱毋免去到太空，咱嘛会当日常生活内面产生甲遮个太空人有共款的感动，咱嘛会当体会到上帝创造的奥妙甲美好。譬如讲，当咱下课转去厝里，咱闻着妈妈煮饭的迄个香味。
也是咱下班到伫厝里，听见咱囡仔的笑声，也是狗仔摇尾来迎接你，这拢互咱会当感受到无法度形容的安心甲喜乐。也是咱行伫公园散步，咱看到一片的叶仔，一蕊花的纹路，也是你抬头观看空中云彩的变化，这拢互咱相信，若无一位伟大的上帝，万物哪有可能有遐尔周全的安排呢？但是嘛有可能因为咱已经习惯，咱对日常的奇妙已经无啥物款的感觉。但是今仔日咱所读诗篇第8篇的作者大卫，伊是一个诗人，诗人就无共款啦。当伊观看，伊就将上帝的赞叹写做是一首的诗，然后交互圣殿内面负责敬拜的领导者来做一首诗歌，来引带会众来进入对上帝的敬拜。今仔日是教会节期内面的三一主日，这首诗拄啊好，互咱来思考：圣父上帝创造世界，圣子耶稣进入世界，圣神伫咱的中间点。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毋但是伟大，坐伫天顶宝座的一位上帝，伊嘛是愿意甲咱做伙同行的上帝。一开始，大卫就无法度禁家己的喙，伊伫遐向上帝发出赞美：上主，阮的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遮悬大，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里。大卫伫遮称呼阮的主啊。大卫无看家己是君王，伊深信家己甲正百姓共款，是属伫甲上帝立约的一分子。另外，摆设伫天里。咱嘛会当看见，大卫应该是当时伫观察天空的变化，所以伊伫遐看的时，伊伫遐发出伊的懊恼。兄弟姊妹，咱的祈祷定定是恳求上帝，但是真少是懊恼上帝。毋过今仔日大卫的诗教示咱爱搁较侪来懊恼上帝。当然，上帝无需要咱的懊恼。但是，当咱懊恼伊的时，咱每一句话拢会引带咱的灵性，搁较瓦滚创造的主宰，并且开喙懊恼，嘛会帮助咱，无继续将眼光放伫咱家己的问题。所以以后，当咱出国旅行，也是当咱看到咱身躯边这自然界的美好甲奥妙，咱毋若是讲一句讲哦，足水的，咱嘛会当学习对。亲像大卫共款，对心肝底来发出对上帝的懊恼。我相信，当懊恼的话一出，咱会发现咱甲上帝哪来哪瓦近。第2节，大卫讲：你因为你对敌的缘故，对婴仔甲食冷的喙建立能力，要互对敌甲报怨的竞争。建立能力的能力，原文是坚固的石盘堡垒。但是，咱想对软弱的囡仔的喙，哪会当出什物款的气力咧？毋过，咱来看耶稣，伊安怎引用即句话，咱就会当较明白。伫马太福音21章有记载，当耶稣清起圣殿，并且医好侪位青面的人、歹骹的人了后，有一寡囡仔就伫遐喊讲：大卫的后裔，拿何塞那。因一直伫遐喊大卫的后裔何塞那，但是这互圣殿内面的祭司甲文士听了无欢喜，所以耶稣就引用今仔日咱所读的诗篇第8篇第2节，来对这个文士、对这个祭司来讲，对囡仔甲食冷的喙，你互懊恼的话招逼。耶稣的意思就是，人对上帝懊恼，甚至是细汉囡仔对上帝懊恼。都会当产生极大的气力。这句话非常的颠覆，因为通常咱想到的气力，就是爱有军队、爱有关系、爱有聪明，这外在的物件，咱才会当产生气力。但是其实咱面对搁较侪是咱内面遐看袂见的对敌，亲像咱内心的忧闷、咱内心的无满足、怨恨、
也是侪对魔鬼来的控告。譬如讲，魔鬼甲你讲，你无遐尔好啦，所以毋值得上帝来听你。遮个咱是要安怎来对抗咧？敢会当用军队？敢会当用遮个武器来对抗咧？无法度。但是有一寡现代的学术会甲咱讲，爱用较正面的想法来面对，你也去运动来面对。但是今仔日的大笔的诗有甲咱讲，咱有一个武器，就是俄罗上帝。所以对这两句的诗句，咱会当看见俄罗会当产生极大的溃烂。有一个故事是伫历代志下卷20章，伫遐记载讲，当时的王犹太王叫做约沙法，伊有一届伫面对摩押、面对阿门这军队的攻击的时，伊实在毋知影要安怎去面对一个因注定会拍败、会失败的一个战争。因为当时的犹太人非常的软弱，所以约沙法这个国王，伊只有向上帝祈祷。伊甲上帝讲：“阮也毋知影安怎行，阮的目睭全全向你。”伊甲上帝讲：“上帝，我毋知要安怎，但是阮只有仰望你。”所以上帝就差派先知来对国王讲：“你毋免惊，上帝会甲恁同在。”所以第二天一早起，这个王伊派出因圣殿的诗班，徛伫军队的上头前，伫遐唱歌俄罗上帝。因伫遐唱讲，着感谢上帝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当因还未看见上帝所行奇妙的事的大成，因就安尼开始伫俄罗上帝。上帝啊，你是奇妙的上帝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所以，当这诗班，当这百姓开始唱歌俄罗上帝时，奇妙的代志发生啊！上帝互因的对敌互相相杀。所以落尾犹太人无用一个兵，无动用一个武器，上帝互因拍赢这场的战争。所以伫面对咱生命中间，迄个看起来咱无法度赢过的困境的时，惊吓、怨愤，拢无法度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但是今仔日大悲的诗引带咱，只要咱将目睭来转向上帝，用俄罗来取代消极，上帝的同在就会成做咱突破困境上大的武器。第3节大悲讲：我看你的天，你的手所做的，甲你所排列的月甲星。对即节，咱会当搁较清楚知影，大悲伊是伫暗暝的时来观察伫天顶的星甲月亮，所以伊感受到创造主的权能甲伟大。其实世界万物的造成，互咱知即个宇宙一定有一个创造者。若无，哪有可能有遐尔奇妙的设计咧？美国伫南北战争的时期，有一个将军叫做英格索，会当讲伊当时是上出名的无神论者。伊无相信有上帝，所以伊甲当时真侪报道家有真侪的辩论。其中一位报道家，嘛是长老会牧师毕泽。因两个人定定公开进行公开的辩论，理性的辩论，甚至这个英格索将军，这个无神论的人，伊嘛出过一本册，伊伫遐讲《英格索访谈录》，伊伫遐评论毕泽牧师的6篇的讲道，所以伊对这个牧师的讲道，伊提出真侪的批评，甚至是写做一本册。这个毕泽牧师嘛批评这个英格索将军是美国亵渎神明的头一个人，但是因两个是遐尔无共款的立场，一个是无神论者，一个是牧师，但是因两个人私底下确是好朋友。有一天，英格索将军去到毕泽牧师的厝里，看见牧师的册房内面有一个制作非常水的天球仪。这顶面有踏粒星的位置，所以这英格索将军看了非常介意，伊就问毕泽牧师讲：“哦，我嘛就想要有一个天球仪，这是甚物人做的啊？”
牧师甲回答讲：你问什么人做的？无，这是自然就有的，毋是什么人做的。将军甲讲：你莫讲耍笑啊吧？敢是别人送你的吗？毕泽牧师非常正经的面、严肃的面甲回答讲：真的是昨昏甲变出来的。将军就咧笑讲：哈，那哪有可能啊？毕泽牧师甲伊讲：毋通笑，好笑的是你家己。我平常甲你讲，宇宙是全智全能的上帝所创造的，但是你拢真固执讲，迄是自然就产生的。但是今仔日即个小小的天球仪，我讲是自然就有的，你反转讲是有人造成的。世界上哪有安尼一个道理？所以将军听了，家己的气势拢无去啊，伊啥物话拢讲袂出来。一个天球仪，咱拢相信有一个人创造伊，但是即个无神论的将军，伊竟然无法度相信，遐尔啊奇妙的大自然，遐尔啊奇妙的地球甲宇宙，遐尔侪的星，伊无相信是一位创造者创造出来。但是咱看伫罗马书第1章第20节，保罗嘛有讲，因为对创造世间以来，上帝永远的权能甲性质，凡所未看见伊的，对所创造的物受了就明明知影，互因无路通推脱。毋捌上帝的人，若细腻来思想世界万物运作的系统，就会当发现这规矩，绝对毋是会当用一个物理的现象就会当来解说。伫其中一定有一个有权柄、有智慧的设计家、创造家，才会当互即个地球、互即个宇宙来运行。所以咱看见有的人伊会当透过这奇妙的现象来认捌上帝，但是有的人可能时间还袂够，所以对四周围的一切也无法度来产生真敬虔的感受。所以咱看见伫诗篇第8篇。当大笔暗时伫遐观察天顶的月亮、天顶的星，因哪看哪感受上帝的创造的威严甲奇妙。但是迄当时，伊的内心嘛浮出一个问题，就是伫充满上帝奇妙的天甲地内面，咱一个遐尔啊微细的人，到底算什么？所以大笔继续伫遐讲。世间人算什么？你笑念伊；人的囝是什么？你眷顾伊。伫遮的世间人，和合本圣经是讲人，希伯来文甲亚当的后裔，以挪士是共义军。即个字有软弱、会死的意思。另外一个人的囝，咱的和合本圣经是翻做世人。世人的字面是亚当的囝，意思嘛是属伫土罪的人、卑贱的人。所以伫遮就是讲，会死的人、软弱的人，也是土罪的人、卑贱的人。但是上帝竟然笑念伊，这个笑念毋若是想到那尔，这个意思是上帝藏人伫伊的心内。上帝袂记你人的意思，毋若安尼，毋若是笑念，并且上帝嘛眷顾咱这土粉做的人、卑微的人。眷顾的意思有主动的探访，会关心，会介入人的性命。所以大笔伫遮哪想哪戆影，像咱即种遐尔啊软弱、有限。会死的人，但是上帝竟然藏伫伊的内心，并且上帝关心咱生命中间所有的每一项代志。但是大笔毋若是停留伫遮，伊发觉一件互伊佫较歹想象的代志。伊伫遮讲：你互伊比天使利亚较输。即句的经文有2种无共款的翻译，咱的。即个台语的翻译是天使，但是若和合本的经文是翻译做上帝，所以奇怪，哪有2种无共款的意思？
一种翻做天使，一种翻译做上帝。其实即句的原文Elohim，伊上基本的意思是上帝，所以翻做上帝嘛无毋对。因为若按照创世纪第1章甲咱讲，上帝是根据家己的形象来创造人类，安尼即句话就会通。因为人有其他万物所无的迄个上帝的形象，但是问题来啊，咱人哪有可能比上帝较细一点仔咧？咱人有满满的罪恶，绝对无可能是比上帝较细一点仔。所以有的译本为着避免人的误会，就会翻译做天使。天使就是一种属灵的存在。但是无论是翻译做上帝，也是翻译做天使，伊的重点拢毋是伫比较谁较悬谁较低，代表伊想要表达的是，人毋是上帝，人嘛毋是遮个属灵的天使的存在。但是上帝较赏赐互人有阳光尊贵做冕旒，阳光就是有重量、有分量、有价值。咱人是遐尔软弱会死，但是上帝互咱有重量、有分量、有价值。尊贵是互咱人有一个真崇高的地位。冕旒毋若是带一个王冠伫咱的天，伫咱的头壳顶，是上帝将价值、尊严放伫咱的生命内面。所以透过这两节的经文诗句，互大笔产生非常大的共鸣是。人是土粉，人是无价值的，人是会死的。但是上帝竟然将人放伫伊的心内，并且赏赐人类有阳光、有尊贵，互人会当活出一个有价值、有尊严、有身份的一个生命。我想大笔会讲出安尼一个诗句，甲伊人生的经验非常有关系。伊少年的时，伊伫家己的厝内是无受到重视的。咱若看《撒母耳上卷》16章有记载，撒母耳伊受上帝指示，要去伊的国家的境内，要来设立一个人来做国王。所以上帝带伊去到一个叫做亚瑟的人的厝里，亚瑟就叫伊7个后生拢徛伫撒母耳的头前。撒母耳看见亚瑟上大汉的囡仔，感觉这个人生了有王的面相。原本伊要高伊、高抹伊来做王啊，但是上帝甲伊讲，上帝毋是看外表的，就安尼，亚瑟7个后生拢经过撒母耳的面前，但是拢毋是上帝要抹油的对象。所以撒母耳就问亚瑟讲：“你后生拢伫遮吗？”亚瑟讲：“无啦，雇一个去牧羊的。”伫遐尔重要的时刻，亚瑟竟然无想到讲，竟将大笔叫转来，甲伊7个阿兄徛做伙。这证明连亚瑟即个做老爸对大笔拢无抱任何的愿望，所以无想到讲，最后撒母耳伊所抹油的，就是即个大笔。所以我想，当大笔想到伊家己伫厝内的地位是遐尔微细，但是上帝较眷顾伊、拣选伊，安尼的经验，互伊去观察天顶遮个星甲月时，互伊联想到上帝人类伫上帝眼中竟然有遐尔特别的位置。兄弟姊妹，咱嘛来想咱家己。你是安怎在看待你家己？这个世间有2种人，咱是活伫非常极端的内面。一种人是过头高估家己，认为世界是用伊做中心；但是另外一种人呢，是认为家己拢无价值。毋过今仔日的经文提醒咱，毋是安尼。人毋是上帝。但是人嘛毋是笨兽，上悬的迄个创造主，互咱甲万物有无共款的地位，并且将价值、
将尊严放伫你的顶面，互咱的人生会当产生无共款的意义。所以，安尼的观念一直发展到新约。上帝救赎的计划，伫耶稣基督的身上发展实践到上完全。耶稣是神，但是伊真做上卑微的人。耶稣毋是罪犯，但是甘愿为着咱遮犯罪的人去上迄个上见效的十字架。这就是创造天地、排列天神的上帝，伊较愿意眷顾咱遮犯罪的人上悬上疼的一个表现。但是大卫伊无停留伫安尼的感动啦尔，伊嘛看出上帝托付咱人类的一个责任。伊讲：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，下万面伫伊的骹下，就是一切的牛甲牛、山野的走兽、空中的鸟、海内鱼，甲既若经过海里的路的，拢下伫伊的骹下。人是遐尔软弱、破碎、失败，但是上帝较派人管理所有的自然界。这嘛，互咱想到伫创世纪第1章，当上帝将所有的万物拢创造好势，伊最后创造人类，并且对人类讲，着生团真济，充满伫地面，来较赢伊，也着治理海里的鱼、天里的鸟，甲地上一切所震动的活物。并且伫创世纪第2章，上帝用土做山野逐样的走兽，甲空中逐样的飞鸟，就带到迄个人的面前，看伊安怎称呼因的名。既然伊甲逐样活物所呼的名，就成做即个物件的名。所以咱看到，当亚当来替这个物件来号名的时，这是上帝互人类一个真悬的一个权柄，互咱人类有甲万物无共款的安尼权柄。所以对这个经文，搁一届来提醒咱，对伫大自然，咱应该爱有甚物款的态度？咱对伫大自然绝对袂当滥散使用、黑白破坏，因为咱毋是自然界的主人。上帝互咱的是一个管理者的一个角色，管理者就是咱爱好好啊对待、持守主人所交代的。等待有一天主人回来的时，伊看见咱的忠心，看见咱的用心，就会称赞咱是好佮忠心的奴仆。但是咱看咱现今的世界，较毋是安尼，因为人类的堕落甲犯罪，咱用暴力来对待万物。直到人甲万物拢失去和平的关系，咱人甲人嘛失去和平的关系。所以咱看世界现状，就是亲像希伯来书第2章。第2章伊伫引用诗篇，希伯来书第2章伊嘛有引用诗篇第8篇，但是伊最后伫遐讲，总是到当咱还袂看见万物拢降服伊，万物拢还袂降服咱，为什么？因为人类用暴力来对待自然，所以大自然嘛用因的溃力反过来处罚咱人类。所以咱看见，若是安尼，诗篇第8篇这话，万物拢降服伫伊面前，安尼话敢会应验咧？咱若看哥林多前书15章27节，伫遮互咱有一个愿望。伫遮甲咱讲，伊的确做王。到下拢总的对敌伫伊的骹下，而且甲咱讲，到某一日，当耶稣基督过来时，万物拢会降服伫耶稣的骹下，并且信靠耶稣的人会重新得到失落的权柄甲溃力。迄时，人甲人中间，人甲万物中间，就会当恢复亲像爱甸园的时迄款的自由甲美好。所以今仔日咱伫读诗篇第8篇，咱敢有发现？虽然伊是伫旧约的所在，但是伫新约嘛有侪所在伫引用诗篇第8篇。所以这首诗毋那是大笔所做的一篇俄罗的诗，
并且这首诗嘛，互称作是米赛亚诗篇其中的一首。所以这搁一解咱来证明，旧约甲新约是有关系的。旧约拢是伫指耶稣基督的。诗篇第8篇上尾一节，伊佫转去第1节的所在，伊伫遐讲：上主，阮的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极其悬大。而且咱看见诗人伊最后有一个总结，就是讲，当伊看见上帝伟大，伊重新理解人类的位置，就是袂当过头骄傲，嘛袂当过头自卑，所以伊重新来向上帝来发出一界的恶乐。所以，望今仔日的这段经文，不但互咱会当学习安怎恶乐上帝，并且嘛互咱知影，咱是带着使命的，咱是带着使命活伫世间的一个人。所以，咱每一个人，毋是世间，毋是宇宙的一个偶然，咱拢是上帝所看重、所宝贝的人。望咱会当伫世界活出上帝对咱的心意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是到遮悬大，阮无法度禁阮的喙来学乐你。当阮看见大自然，你创造大样的奇妙，主，阮相信这一定有一位创造者、设计者伫创造这一切。主啊，当阮看见阮人类，阮是遐尔卑微，阮是遐尔软弱，甚至有一天阮拢爱面对死亡。但是你疼阮，你互阮有无共款的地位，你赏赐尊贵的免流伫阮的生命中间，互阮活出你的价值。主啊，阮真正感谢你，主互阮会当活伫即个世间，互阮无因为世间的价值来看待阮家己，互阮知阮是你所创造的，阮是你所看重的。主啊，恳求你保守帮助阮所遮的所有的正经哩。互阮用无过头的骄傲，也无用过头的自卑来看待阮家己，也互阮会当伫世界持守你互阮的责任甲使命。主，恳求你扶持阮，阮是真正非常的软弱，阮真侪物件阮无法度抵挡，总是主恳求你将教业开来赏赐互阮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请咱做伙读2遍。兄弟啊，结尾来讲，着欢喜，着完全，着受安慰，着同心，着和睦，着赏赐仁爱甲平安的上帝，要甲恁伫地。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。兄弟啊，结尾来讲，着欢喜，着完全，着受安慰，着同心，着和睦，着赏赐仁爱甲平安的上帝，要甲恁伫地。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27首，圣诗27首。请起立。我那修就那梦呀。
请坐。奉献，请陈秀儿执事、庄博雅执事来负责奉献。请起立。请坐。消息报告：第一点，台湾师学院学生刘碧马神学生实习到今仔日为止，愿上帝祝福伊头前的路。牧区的消息：沙姆里牧区定7月初1到初5要举办儿童夏令营约瑟传奇、马尼国大冒险。欢迎国小1年到6年的学生来参加，详情看公布栏。会使向曾祥长老也是陈牧师来报名甲纳钱。奉献的部分若有错误，请向中职更正。周间聚会甲后周性甲负责者，请家己看。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。好，咱新学生我请伊起来吼，咱就拍拍多谢伊这几个月以来吼，1年以来伫咱教会的实习，吼，弼马请站起来，嘿，谢谢。好，而且补充报告就是过来的拜2、6月初21点，咱伫教会有东小区的聚会，嘛请咱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加1点，是东小区的聚会。好，这是咱来公道，咱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互咱大神为着身躯欠安的过干即事，伊的请光言的开导，恳求主帮助伊，互伊会当紧紧复原。嘛为着伫故乡伊的倒骹和骹盘遐有骨折，吼，恳求主医治伊。文主者嘛开导会复原，恳求主扶持。是我兄燕纯、应轩、林水长老、伊利，互伊利伫
拜六又大院，迄个应该是急性肠胃炎，咱嘛恳求主医治，抢所伊溃烂，嘛为着慧玲姐、淑慧姐、金芬姐、雨婷、阿卡姐、明珠姐、方梅姐、俊生兄、丁友兄、明理姐、道明兄、阿菊姐。咱嘛为着世界台湾宣教各宣教师来祈祷，为着咱教会逐样的事工来祈祷，为着华人的姊妹信仰来祈祷，咱开厝为着遮个集体，为着遮个事工来祈祷。听谈阮人类的主，阮感谢你。你赏赐互阮会当有祈祷来到你的面前，将阮内心逐项的恳求拢摆咧伫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感谢你遐尔啊疼阮，主啊，恳求你保守帮赞。阮有做兄弟姊妹身躯欠安，主啊，恳求你医治扶持，互因紧紧恢复健康。主啊，心灵忧伤的也恳求你医治帮赞，互因会当体会到上帝你的同在。阮也为着怀孕的姊妹信仰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伊得要生产，恳求你帮赞，互伊的过程拢真顺利。也为着阮的遮个教会遮个事工来祈祷，主无论是阮的建堂的事工，也是阮的遮逐样的宣教、教育、敬拜、关怀事工，主你用互阮会当诚做是一间合你心意的教会。恳求你引带阮头前的道路，也为着全世界来祈祷。主恳求你停止这个世界这邪恶的一切。恳求主你的公义、你的真理会当伫中间运行。也恳求主保守阮的国家，帮助阮。虽然面对真艰难的处境，但是主互阮会当勇敢坚持。主恳求你也扶持阮，互阮这基督徒有气力。会当来宣扬阮所领受的福音，互四周围还未接受的乡亲。主，阮也要为着各国的宣教师来祈祷，恳求你帮赞。阮相信，伫无共款的文化，拢会拄着真大的艰难。主，恳求你就供应因的需要，也互因会当有安全，也互因所做工拢会当定根伫当地开始有发展。主，阮将兄弟姊妹新的一个礼拜交代伫主你的手里，恳求主你引带，保守阮，无论是阮的生活、工作，也是甲人的徛起，互阮拢会当有上帝你的疼，会当做好的见证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是咱伫上帝所赏赐的平安内面，咱来行平安礼。我因主的听星星来听你，我因主这是来吟圣诗，圣诗397首，圣诗397首。吟诗后，请陈牧师祝祷。主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圣事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